後入面蟹錢1蚊都冇多到，每個月蟹收入都係0。點解社署會突然間寄封信嚟，話要取消你個長生津？又或者本嚟攞緊高額傷殘津貼，點解無啦啦會被降級變咗普通津貼？呢種事唔係單一例子，最近我身邊真係有唔少老人家同埋家屬遇到呢種明明乜都冇變，但係政府錢就冇咗海訪房情況。好多人第一時間係覺得社署搞錯，或者覺得政府想慳錢，但其實背後往往係因為你忽視咗一啲喺社署眼中極之關鍵蟹變動。今日我哋就唔講廢話，直接拆解呢幾個最容易踩坑蟹位，教你點樣去避免呢啲咁頭痛蟹麻煩，同埋萬一真係遇到蟹時候，你應該點樣去補救。我哋先嚟講下最多人揾海長生針，即係長者生活津貼。好多老人家或者幫手處理手續海仔女，都以為只要資產唔過嗰個393000蚊海限額，收入唔過嗰個10710蚊海標準，就一世都安枕無憂。但係長生針除咗睇錢，仲有一個好重要，但係最多人因為咁而被取消蟹條件，就係居港規定。你要記住，社署規定喺領取津貼蟹期間，你每一分糧、每一期錢背後都有一個要求，就係你要喺香港居住。具體嚟講，喺一個付款年度內，即係由你攞錢嗰日開始計蟹12個月入面，你離開香港蟹種日數唔可以超過56日。如果超過咗呢個56日呢，雖然你仲可以攞到錢，但係如果你喺香港住唔夠305日，社署就會扣減你蟹津貼。最嚴重蟹情況係咩呢？係如果你直頭唔喺香港居住，或者你係喺內地海外長期逗留而冇申報，社署一旦查到，就唔係扣錢咁簡單，而係會成個個案取消，甚至會追討返之前花放咗蟹多餘款項。點解好多人會覺得我明明冇變？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只係返咗大陸住咗半年，或者去咗外國探仔女住咗幾個月，戶口啲錢確實係冇，但係喺社署蟹系統入面，佢哋會同入境處蟹記錄做配對。如果你喺2024年或者2025年間嚟港日數超過咗法定上限，而你又冇預先或者及時去交代原因，系統一對到個名，嗰封取消通知書就會寄去你個登記地址。好多時老人家喺外地根本收唔到封信，結果到返嚟香港去撳錢海時候，先發現個戶口已經冇錢入，呢個就係最常見海原因。所以如果你嚟緊打算去旅行，或者要去外地探親超過2個月，你一定要喺出發之前同社署嗰個負責你個案蟹主任講定。如果係因為醫病或者一啲特殊原因要長期留喺外地，社署係有酌情權蟹。但係如果你唔講，佢就當你係唔再喺香港居住，直接執咗你個檔。講完長生津，我哋再睇下傷殘津貼，特別係點解高額會變普通，呢個係另一個好多人唔明白喺地方。高額傷殘津貼同普通傷殘津貼蟹分別，喺2026年錯蟹標準嚟講，每個月差咗成倍錢。好多人覺得我個身體狀況又冇好煩，醫生都話我係100%喪失工作能力，點解社署會突然講我及？呢度有一個好關鍵蟹位，就係照顧環境。根據社署蟹制影，高額傷殘津貼係發放俾嗰啲嚴重殘疾而需要T人喺屋企不斷照顧蟹人士。如果你本嚟住喺屋企，由屋企人照顧，你係攞緊高額蟹。但係如果你最近因為身體差咗，或者屋企人照顧唔到，而搬咗入去由政府資助蟹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或者係預接咗醫院超過29日，咁你個津貼級別就會由高額降做普通。好多人會覺得好唔公平，我入咗院舍，開支大咗點解反而減我錢？社署蟹邏輯係，因為你越接咗政府資助蟹機構，政府已經喺嗰度提供咗住宿同照顧蟹資助，所以你唔再需要嗰份那個蟹高額津貼嚟聘請私人照顧者，或者支付家庭照顧開支。呢個情況下，即使你蟹身體殘疾程度完全冇變，甚至係差咗，只要你蟹居住地點變咗，你份錢就會縮水。如果你係住私營院舍而冇政府資助蟹，就通常唔受影響。但係好多時老人家轉咗院舍之後，屋企人唔記得咗報俾社署聽，等到社署同醫管局或者社會福利署蟹院舍名單一對，發現你已經入咗資助位超過29日，佢就會自動幫你降級，仲要追翻你由入去嗰日開始計起海差價。仲有一種情況係關於醫療評核，傷殘津貼唔係攞咗就一世，社署會定期要求你返去見醫生做評估。有啲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者，佢哋覺得自己個病係唔會好蟹，例如係失去咗肢體或者係末期病患，佢哋以為唔使再去復診。但係如果社署寄信嚟叫你去做醫療評估，
而你因為各種原因冇去，或者你見嗰個醫生喺填表係時候，雖然覺得你仲係病，但係喺需要他人不斷照顧嗰一格改咗做唔需要，咁你個高額針他就會即刻變返普通，甚至被取消。所以每次去見醫生做呢份評核表係時候，一定要同醫生溝通清楚，表達清楚目前日生生菌遇到係真實困難。跟住落嚟，我想講一個大家最容易忽視，亦都係最無辜係原因，就係郵件遺失或者通訊地址過期。聽落好兒戲，但係真係有好多個案係因為咁而取消。社署每年或者每隔一段時間會隨機抽取一啲長生針或者傷殘針貼喺個案，寄出一份叫郵遞復檢問卷喺黃色或者綠色信件。封信會問你資產有冇變，收入有冇變，住址有冇變。好多人搬咗屋，但係冇去社署改地址，封信寄咗去舊地址，冇人回覆。社署喺立場係，如果你喺限期之內臨維復呢份復檢表格，佢就會假設你已經失去咗聯絡，或者已經唔再符合資格，於是就會暫停發放針塔。等到你發現冇錢入，打電話去問開時候，個案可能已經被終止咗，到時你要重新申請，手續會非常之繁複，仲未必可以補返晒之前停咗嗰幾個月喺錢。所以無論你係搬屋定係換咗電話號碼，一定要喺7日之內通知社署。呢個唔係建議，係你作為領取人之律責任。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我資產真係冇變嚟，點解佢又會話我吹㗎？呢度有一個好人背蟹位，就係保險價值同埋聯名戶口。好多老人家喺幾十年前買落一啲公斷咗海人壽保險或者儲付保險，佢哋覺得嗰啲唔係現金，所以申請長生真海時候冇報。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呢啲保險喺現金價值會不斷升，社署查核喺時候會要求你提交保險公司喺證明文件。如果你份保險喺現金價值加埋你戶口喺存款，突然間過咗嗰個393000蚊喺位，就算你呢一年1毫子都冇用過冇入過，社署都會話你資產超入，即時取消。仲有就係聯名戶口，好多時老人家會同仔女開個聯名戶口，諗住方便仔女幫手撳錢交租，但係喺社署眼中，聯名戶口入面係所有錢，除非你又強而有力喺證明話係屬於另一方喺，否則佢通常會當係兩個人平分，或者甚至當晒係你喺資產。如果仔女突然間入咗一筆大錢入去呢個聯名戶口，諗住買樓或者做生意，而你冇即時申報，等到社署抽查到嗰陣，你真係跳落黃河都洗唔清，佢會覺得你隱瞞資產，唔單止取消針他，仲可能會由入錢嗰個月開始追翻你啲錢，甚至會轉交執法部門調查係咪涉及詐騙。所以點樣可以避免呢啲情況發生？第一，一定要誠實申報，尤其喺保險喺紅利同現金價值，每年都要留意下張周年報表。第二，盡量唔好同仔女共有一個存有大量現金喺聯名戶口，最好分開，老人家自己用一個獨立戶口嚟攞針他。第三，如果你打算離開香港超過一段時間，一定要寫封信或者親自去辦事處講聲。第四，亦都係最緊要係要留意審喪，見到社署喺信，一定要即刻拆即刻回覆。如果你而家正遇到呢個問題，封信已經寄嚟話取消你或者降你級，你應該點做？首先唔好驚，亦都唔好喺電話度同個班主任吵架，因為咁樣解決唔到問題。你要做係即刻睇清楚封信上面寫係原因。如果係因為離港日數問題，你可以準備好你喺旅遊證件、機票或者醫生證明，解釋點解你要留喺外地咁耐，睇下佢肯唔肯行使酌情權。如果係因為資產計算有誤，例如佢計咗一啲唔應該計海項目，你要喺收到通知足海30日之內向社署提出上訴，或者要求個案復檢。喺香港，我哋有一個叫世衛保障上訴委員會喺機構，佢係獨立於社署喺。如果你覺得社署喺決定唔公平，或者喺法律同程序上有出錯，你可以向呢個委員會提出上訴。不過記住，上訴係有時限喺，通常係4個星期入面，所以動作一定要快。其實講到尾，呢啲針胎係政府俾老人家同弱勢細群係一份心意，係世衛保障係一部分。但係因為公帑要用得其所，所以個制度會設好多文獻同埋監察機制。我哋作為使用者，最緊要係明白個遊戲規則，唔好覺得我物嬲都係咁攞，點解今年唔得？因為2026年喺審查力度同埋數據對接系統，比起以前真係強咗好多。以前可能靠人手查，而家電腦一對，你係邊度出月更，你名下有幾多個保險單，其實好容易就一清二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將今日講喺呢幾個關鍵情況嚟講限制，
居住環境改變、郵遞復檢以及資產價值喺人成增長，話俾身邊喺老人家聽。好多時老人家唔係想壓政府，只係佢哋唔明白個規則，或者記性唔好唔記得咗步。我哋做仔女海或者做後輩海，幫佢哋每個幾個月睇一睇啲信件，檢查下個銀行存摺，已經可以避免咗好多晚年唔必要海煩惱同經濟壓力。記住，長生津同傷殘津貼係你喺權利，但係維持領取資格係你喺責任。只要做到清清楚楚、又規又矩，呢份保障就可以一直陪住你過彎穩喺生活。如果大家喺申請或者領取呢啲津貼喺過程入面，仲有啲咩奇難雜症，或者遇到啲好奇怪喺取笑理由，歡迎留言，一齊研究下，我哋一齊睇下點樣可以幫到手，守住呢份應得喺福利。如果你發現自己喺高嘅傷殘津貼真係因為住咗院舍而變咗普通，你亦都要留意返。如果之後你搬返出嚟住，或者轉咗去私營非資助院舍，你係可以即刻申請恢復高嘅津貼係，唔好擺擺損失咗自己喺權益。同樣道理，如果資產因為醫病或者大額開支跌返落個限額入面，你亦都可以隨時重新遞交申請，唔需要等1年半載。最後，我想再提醒多一次，無論個政策點變，資料喺真實性係最重要係，唔好諗住心存僥倖，因為一旦被列入聽年單或者涉及刑事誤導，個代價真係好大。希望今日呢啲咁詳盡喺資訊可以幫到大家，令到各位老人家都可以攞錢攞得安心，生活過得舒心。大家記得保持溝通，留意細節，咁就自然可以避開呢啲取消津貼喺地雷啦。講咗咁耐，其實大家都應該感受到，社署喺審查雖然嚴，但只要你準確掌握住嗰幾個數字同日期，基本上係好難出錯係。最怕就係唔知、唔理、唔報。希望大家睇完呢段分享之後，可以即刻攞返屋企個沓社署信件出嚟睇一睇，對一對日子，確保自己喺佛里唔會無啦啦失蹤。大家保重，我哋下次再傾一啲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喺資訊。